大家好，我係多倫多地產經紀 Victor Lee。萬錦市一向非常受華人歡迎，校區好，交通生活便利。今日我就帶大家一齊嚟睇下啦。我哋而家位於10號街同 Buckham Road，呢度有超市、銀行、各種風味嘅餐廳。上少少就有 GO Train Station， 落 downtown 都只係45分鐘，非常之方便。旁邊有社區中心、唔同嘅運動場所、圖書館，滿足大人小朋友嘅各種需要。轉個彎，我哋就入到嚟呢個鎮屋小區，沿住步行徑就行到天鵝湖，算係城市入邊嘅綠洲。旁邊仲有遊樂場、網球場，我間唔中都會帶埋小朋友過嚟玩，放狗都非常之適合。呢區無論自住放租都好受歡迎，附近一應俱全。呢間7年新嘅3房3廁單邊鎮屋，係同區入邊最闊嘅地塊，一手業主高檔升級，地面近2000尺加埋地下室，而家只需1168000，係非常難得嘅靚盤。我今日嘅介紹就嚟到呢度，請立即聯絡我 Victor Lee，幫你揾你嘅 Dream House 啦。